兩個長者呢次一行4人去北京，今次我哋唔着重講景點啦，我哋自由行最重要嘅就係交通，所以呢次同大家分享點樣搭交通工具遊北京。北京地鐵以5環設計，線長站多。首先響微信小程式下載城市通，攞到 QR code， 搭地鐵俾錢就方便啦。景點或者轉線都集中響1號線。天安門就係響1號線，叫做天安門東站落車。參觀天安門要7日前響微信小程式打入天安門廣場，咁你就會睇到預約嘅服務平台，自己揀適當嘅日子、時間、人名，要實名登記㗎。天安門嘅安檢咧係十分嚴謹嘅，所以我哋帶嘅嘢要盡量輕便。因為我哋下晝先去到北京，所以就揀咗降旗禮嘅時段啦。天安門60歲以上嘅長者係免費嘅。喺北京咧，好多地方都有烤鴨食嘅。我哋去完天安門就行去王府井。響微信小程式打入故宮博物院，故宮係要收費㗎，60歲以上嘅收30蚊人民幣。入故宮咧買票咧就比較緊張啲嘅，所以你要兩手準備。萬一真係搶唔到票嘅，你就要利用其他嘅平台有購票㗎啦，俾多少錢一定入到。同樣係實名登記嘅，而過安檢都係嗰句咧，盡量輕便。腳架咧係唔能夠入場嘅，所以拍呢段片咧有啲手震震咁樣。我做咗個登記，響神武門度離開，故宮嘅職員就會將我嘅腳架放去神武門，拎住登記嘅存根就可以攞翻你嘅物件㗎啦。去故宮，我哋選擇咗由東華門入，地鐵4號線金魚糊塗站 C 出口向西行，沿路你都見到好多人，唔使驚會蕩失路啊！有指示去東華門嘅。我哋咧就坐呢一個嘅地鐵去到呢一個嘅西直門站，然後就去呢個嘅 A 嘅營業出口，就會去到北京北站，就再坐高鐵去呢一個嘅八達嶺長城。大約30分鐘嘅車程，來回票50蚊人民幣。響微信小程式入長城內外旅遊，長者係免費㗎，都要預約，係實名登記。但係如果要坐纜車咧，長者來回係140蚊，單程係100蚊。而家咧就開始咧坐呢條好長嘅一條嘅扶手電梯啊！喂，好啦，我哋咧4個長者咧呢次咧就坐纜車啊，就想去行少啲。離開纜車之後咧，見到呢條路就比較窄嘅，呢一條咧係來回去搭纜車嘅條路嚟嘅，又有一啲嘅石級啦，所以呢日就停喺度影相啊，所以我哋行嘅時候咧都要慢慢行同埋小心啊。平時嘅日子都咁多人，好似拜山咁多人咁樣，所以就千祈唔好揀假期嚟啊。10分多人啊！人山人海啊！我都話頭先講咗啦，拜山都冇去咁多人啊！離開纜車範圍咧，人就比較少啲，冇咁逼咯。呢段斜路真係好斜，真係要扶住啲欄杆。我就係見到有幾個年青人都係好似上滑梯咁跣咗落去啊，好危險啊！
我哋咧，我哋今晚咧就食呢個嘅蒜鍋，呢個豚鍋啊，好有儀式感係咪啊？裏面有啲紫菜啊，我哋要咗個清湯啊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羊嘅牛啊，呢個係羊嗰個，係啦，啱啱落咗啲牛丸啦，同埋嗰啲蝦丸、娃娃菜啦、手打嘅牛肉啦、牛柏葉啦，呢個就係豆皮，同埋嗰個嘅牛嗰個喉嗰個牛喉啊，牛喉啊。第二日中午，我哋喺商場嗰度見到有機械人喺度跳舞，仲識得同人握手添喎。長者追住個機械人跟佢跳舞，仲同佢握手添。你哋握手十殺海8號線殺海站嚟呢個地方最好係黃昏時段嚟，可以睇到日落。呢個時段嚟，除咗靚之外，人亦都好多。銀锭橋啦、煙袋斜街啦、鼓樓啦，同埋唔同大小嘅胡同路。8號線奧林匹克站、玲瓏塔、鳥巢同埋水立方，建議大家早少少食完晚飯，再嚟晚上睇玲瓏塔、鳥巢同埋水立方嘅夜景，比起日頭靚得多。晚上睇人多啲同埋熱鬧，早上嚟真係乾煎啊，好熱嘅，因為呢度周圍咧都冇瓦遮頭嘅。咁啱咧，而家謝霆鋒響裏面鳥巢咧開緊演唱會，所以咧今日鳥巢嘅周圍咧都特別熱鬧同埋多人嘅。地鐵5號線天壇東門站出口咧就已經見到天壇嘅指示牌㗎喇，唔需要預約，長者只要拎住回鄉卡入場。經工作人員查看之後咧，就可以入場㗎啦。祈年殿、回音壁、環休長者全面，下午6點關門。今次遊北京之旅，主要係舊地重遊。係去幾個重點嚟去睇睇嘅啫，體驗到北京響呢幾十年嘅發展真係進步咗好多。然而景物依舊，但係又覺得有好多地方唔同咗。具體嘅我都唔知應該點樣講出嚟，但係只有內心嘅感受同埋體會。天壇、新嘅鳥巢同埋水立方，讓我重新認識新嘅北京。我哋坐高鐵由北京去到天津只需要半小時，而喺天津坐地鐵都好方便㗎，路線冇咁長，啲車身仲好新淨添。喺天津咧打滴滴咧都好平嘅，只
只要你按翻你自己嘅行程，可以隨意滴滴同埋地鐵都可以㗎。五大道咧係由一片沼澤地經過10年之後咧，變成今日嘅高級住宅同埋文化旅遊區。五大道咧其實嘅面積好大嘅，佢中環交錯嘅街道咧都有好多嘅，所以如果你慳翻啲腳骨力咧，就可以坐車嘅。喺呢啲中環交錯嘅街道裏面咧，有慶王府啦，同埋有好多名人嘅舊居同埋博物館等等。天津咧有好多地方咧都有相聲表演，如果你有時間嘅，你感受一下天津特有嘅相聲表演。对对对。一定得从我先说。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叫易烊千玺。